5月4號出世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為人正直、認真，渴望自由，但係非常之在意世俗嘅眼光。你冇辦法拋開束縛，好遵守指令，唔講大話，唔中意一啲咧唔在乎同埋好隨便嘅人。重視親身經歷，所有嘢都親力親為，所以你身邊嘅人都好信賴你，而對你嘅評價亦都好高。責任感太強，唔慣叫人幫手，同埋唔會求人嘅。而感情方面咧，你好認真、好專一，唔接受背叛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會係一個好先生同埋好太太，但記得咧唔好將自己嘅諗法咧強加於屋企人身上。而性嗰方面咧，你有少少抗拒，而內心咧有一種小渴望。如果可以表達到出嚟俾你嘅伴侶知道，滿足到你嘅渴望同埋放鬆到落嚟嘅話咧，你就更加可以享受性呢樣嘢啦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好擅長整合一啲瑣碎繁複嘅工作，好受你嘅上司嘅愛戴。一啲比較穩定同埋重複處理嘅工種咧，會適合你多啲嘅。對錢方面咧，你唔浪費，好保守。你嘅財富咧係累積而成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對人好易上心啊！我知你對自己好嚴格，但係唔係每一個人都同你一樣，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價值觀，可能令到自己內心平靜會好啲，多啲去冥想啊、靜心啊，都可以幫到你嘅。